痛風係尿酸代謝失衡，尿酸偏高會沉積喺關節，引起炎症。尿酸超標，男大於7.0，女大於6.0。尿酸發作常見在半夜或清晨，大腳趾劇痛、紅腫發熱，通常3到10日緩解。尿酸唔處理根源就會越嚟越頻密，長期高尿酸可形成痠塊，破壞關節。尿酸發作，半夜突發劇痛，單一關節紅腫、熱痛、發作、短而密。家族史、高尿酸，常食啤酒海鮮 ，BMI 或腰圍偏高，尿酸成因常見。普林代謝失衡，腎排泄下降，肥胖，胰島素阻抗，藥物同酒精，特別啤酒，預防尿酸。低普林飲食，飲水2.5到3公升，避含糖飲料，戒啤酒，控制體重。每週150分鐘運動，長期跟醫生管理。尿酸飲食分3色：紅色避免食，內臟、沙丁魚、貝類、啤酒；黃色限制，紅肉、魚蝦、蟹、菠菜、菇、豆類；綠色可食，蛋、低脂奶、蔬果、全穀、堅果。急性發作期，盡快就醫。視頻作教育參考。診斷治療請諮詢醫生。